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离首都只72公里，这阵剧被喷发，首都2座机场关起来，300万人准备撤离。澳洲一个95岁有失智症的阿嬷夜倒唔放，互警方射电枪压制，阿嬷摔到昏迷，警方防止伊执法手段相当。日本推动所谓身份证煞一直出错，真侪资料唔对，连补助都会遇到考做，民众无信任，无愿意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年的第2号风台马娃，伊的暴风款是登扫过关岛。根据外国媒体报道，马娃恐惊是这关岛40几年来上强的风台。当地已经赶紧咧撤离民众。根据气象预测，马娃是有可能会就北往日本的方向过。月底若是有要去Okinawa，也是日本南部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风台变化。马娃风台已经开始侵袭关岛，海面也拢是大涌，市中心开始出现一阵的强降雨，路树花大风吹甲拢歪去。关岛气象局估计，这是当地40多年来上强的风台，当局应该带伫较低所在民众拢撤离。风台伫通过关岛了后，会继续向西来前进。气象局讲，马娃的强度伫台湾时间24下晡2点小可减弱，真做中度风台。不过说来过增强。本礼拜虽然也未直接影响台湾，也过拜六开始，东部海面会有长影。在周1到周3的这段期间，台风是在比较接近台湾附近的情形，所以在随着它北转这段期间，也会对我们附近的天气造成一些影响。气象专家讲，综合澳洲模式预报，马娃风台有7路线比前一天离台湾较远，风台有提前西北的情形，线来可能受到北方造线牵引，往偏东北方向前进。不过西北的角度受到高压的影响，依然有变数，也未能排除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可能性。这一个观察时间点就是在这29号整个高压跟台风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的影响。那第二个关键时间点，也就是说大概在31号左右北方那个潮线确实是有顺利的把这个马娃台风有抓到，然后可以把它导引到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专家提醒，5月底到6月初，计划要去 Okinawa 也是日本的南部，要注意上新航班的资讯。风台路线依然有变数，无论是不是发布警报，预计伫下礼拜1到拜2，会是风台相对离台湾上近的时间点。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对4月中就一直咧庆贺演甲火山区，这火山要爆发的状况是愈来愈明显。因为这座火山离首都敢若72公里，所以讲目前首都有2座国际机场都已经暂时关起来啊，佮有300万人是爱随时准备撤离。对墨西哥国家防灾中心所翕的缩时影片，看到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山顶挖较倒边的火山口无分日夜，连续一阵来喷出高烟甲火山灰。这是5月中的状况。不过到当地时间21礼拜，岩浆甲水石头以及火山灰喷出的状况是更加明显咯。Hoy va a hacer un recorrido por la zona, va a estar por Puebla, el General Sandoval, secretario de la Defensa. 有这个火山离首都墨西哥市只有72公里远，离周边近100公里内底民众估计达到250万到300万人。这段时间各地拢亲像安尼，大路的车辆甲建筑物全部拢搭着一层真高的火山灰，空气品质更加是大大恶化。当局除了出动军队协助民众清这个火山灰，分发救灾物资，也随时准备要撤离这200-300万的人口。Pues ya tenía varios años que no se veía esto y pues ahorita otra vez todo volver a cuidarnos.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号称全球上大的活火山之一。伫顶世纪的1947年到1994年期间，将近半世纪无重大喷发的情形。不过到21世纪，大规模喷发的次数是大幅度来提悬，尤其是2012年以来，逐年拢出状况。2019年连续喷出火山灰甲岩礁，期间有4个月之久。这摆连续的喷发已经超过1个月，除了必须影响范围内学校停课，墨西哥市2座国际机场也伫21天来暂时关起来，几若摆航班遭到取消，也是延后。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美国伊利诺州公布一份报告，显示讲过去70年，当地是有400几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涉嫌把囡仔性虐待，
有要2成人受害。这报告当中，更甲加害者名公开。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慢，所以讲国际是甲投资转向日本甲印度。印度的股市因为大量海外资金势面上介好。英国《Times》报道，出名小说《魔鬼诗篇》的作者卢西迪，去年去互攻击，一礼拜90病，一手展开。被困9个月了后，卢西迪讲已经开始写作。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佛州州長德桑提斯要甲Twitter執行長馬斯克網絡會談，安算會正式宣布講，伊要選2024年美國總統。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卡羅來納州的眾議院通過法令，有新6禮拜以上等於是個半月都袂使甲囡仔提掉，這是比原本規定的22個禮拜加真嚴格。繼續來看一條災難的消息，泰國北部有一個省因為透強風落大雨，害一間學校運動場的天棚崩起，造成4個囡仔甲3個大人，結局有7個人死亡。厝頂崩落來，現場是亂七八糟，弄歹去的條仔含鐵皮是四界散噴噴。救援人員是無用佇個喙石堆內面要救受困的學生和民眾。積水的現場，閣發現幾啊粒骹球含人放棄的鞋。泰國北部的披吉省，禮拜一暗時6點半左右，迄當陣天氣忽然間是強風暴雨，真濟學生攏佇個學校內，四面無壁，敢若厝頂的運動場內面在耍，但無想到厝頂竟然規個崩落來。ในอาคารเนี้ยยุบพังทั้งอาคารเลยค่ะเป็นโด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ป็นโดมสำหรับเด็กๆมาออกกำลังกายในร่ม因為代志是忽然間發生的，運動場內面的學生根本都袂赴走，救援人員找幾年是找到6具屍體，另外還有一個6歲查甫囡仔送病醫了後不治，攏總是造成7個人死亡，18個人受傷，死者是4個囡仔，2個家長和1個工友。ไม่ที่แรกยังไม่รู้ว่าลมนึกว่าอะไร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หึ่ง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ไปสมัยไปรบสมัยร่มเกล้าเลยดังมากโอ้เราอยู่นี่มาเกือบ40 ปีเพิ่ง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ะพูดแล้วยังขนลุกอยู่นะ警方講，喺附近的地區嘛，有幾間徛架是倒落來，有關當局已經喺當地設臨時避難所，讓災民有所在通住。泰國當局是警告，泰國北部的雨季已經開始，這禮拜還會有暴雨發生，提醒民眾較早做好防災準備。公司文章回密連日。歐洲新南威爾斯有一個95歲有失智症的阿嬷，伊佇咧安養院內底手夾牛排刀唔放，警方趕到位的時陣是用電槍甲射要甲壓制，不過是害這個阿嬷頭殼弄到塗骹，目前還佫咧昏迷。因為這個阿嬷本來就愛靠管仔才有法度行，所以講警方就防止伊講要甲控制根本就唔免共電，這執法的手段傷過超過。防疫隊空中降落來，澳洲的新南威爾斯有一個老阿嬷諾蘭，2008年的時陣，為了要慶祝家己80歲生日，挑戰跳傘，互媒體報道。沒想到，過15年，95歲的諾蘭，閣一擺互各國媒體報道，這擺說是因為警察執法過動的爭議，害伊得要無命。頂禮拜3個透早，老年退化而且得到失智症的諾蘭，佇安養中心甲一支牛排刀仔摕條條，而且對接到消息過來，警察是一直挖過去。過程中，疑似無聽指令，甲刀仔彈掉，互警方對正面含腳趾片攏電擊一擺，造成伊的頭攏咧塗骹，頭骨骨折，腦內是嚴重出血，已經送臨終療護。At the time she was tasered, she was approaching police. But it is fair to say, at a slow pace, she had a walking frame, but she had a knife. 失智的老太太身材是真细粒子，只有152公分，43公斤，而且佫要靠助行器才会当慢慢行路。这种状况之下，就算伊手提一支牛排刀，警察敢真正一定要用电击，互家属和外界严重质疑，批评警方安尼是执法过动。The use of a taser when a kind word was all she needed. If she was confused, which is what happens with people who have dementia, she needed kind words and assistance and help. She didn't need the force of the law, as it were. 警方拜日是发声明讲，去使用电击枪的是33岁资深的警察怀特，已经被处分，即嘛是有薪水的停职，要接受调查。公司新聞張如平編譯。拜一有一團羅西亞民兵，因為因較挖烏克蘭，所以講就走去攻羅西亞邊境。羅西亞當局講，因已經斷死70個武裝分子。
佮强讲这乌克兰甲欧美国家都要为着这战事件负责。不过发动攻击的民兵是讲，罗西亚咧放假消息，发声要普廷赶紧投降。伫中甲车打军团大战宣告打败俄军，亲乌克兰的俄罗斯民兵组织自由俄罗斯军团甲俄罗斯志愿军日攻击俄罗斯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也引起国际注意。莫斯科当局是放调讲要报复到底。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этих отморозков, я их иначе назвать не могу, то можно по-разному их 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Вопрос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что с ними делать. Их нужно просто как крыс уничтожать и даже в плен не брать. 俄国23讲已经打败和拍死70外位乌克兰入侵的武装分子。俄讲所有责任要由基辅政权、美国、欧盟甲英国这国家来担。伫这个同时，贝尔格罗德州长指出，有一个百姓被人杀害，不过暗示情势已经得到控制。只不过发动攻击的俄国民兵有出来反对莫斯科的讲法。 Но вот та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я, которую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 про 39 погибших, взятых в плен и так далее, это все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ту. 自由俄罗斯军团讲，因入侵俄国边境行动甲乌克兰当局无关系。不过，这个行动会必须克里姆林宫调动前线部队，和莫斯科当局未使的心理压力。英国讲，攻击是推翻普廷政权的头一步，奉劝普廷赶紧投降，到国际刑事法院接受审判。公司新闻7万零编译。中国前一任驻美国的大使真讲，伊升起嚟做外交部长了后。 驻美国的大使迄个缺就已经空伫遐要4个月啊！但即阵中国派外交部的副部长谢锋去做驻美大使。这个谢锋过去是捌做过中国驻美国真济重要的职务，伊咧讲是甲美国外交的专家。谢锋是强调讲，伊的目标是加强美中双方的合作，同时嘛保卫中国利益。除了谢锋就任，中国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这礼拜嘛要去美国讲贸易的代志。 这种的现象，都互外界预讲，中国可能是当咧对美国放出优先的信号。和伊的夫人做伙，满面笑容，行出纽约机场。中国新任的驻美大使就是伊，今嘛59岁现任副外长谢锋。过去谢锋捌做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驻美公使和外交部北美大洋洲的司长这职务，红看作是美国通。即摆过13冬了后，搁返来美国任职，伊嘛讲双方的关系当面对困难和挑战。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China to increase dialogue, to manage differences, and also to expand our cooperation so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ll be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谢锋强调讲，习近平提出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等3个原则，是两国伫新时代要相斗阵的根本之道。希望做伙拍拼改善关系，但伊嘛讲到台湾。I am looking forward to properly handling sensitive and important issues like the Taiwan ques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also to exploring the ways to deep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国务院对谢锋的到任是表示欢迎，以台和的合作。最近中美关系是一直恶化，驻美大使这个位已经欠人欠超过4个月。若要是和对美国事务正熟悉的谢锋来做，一般的分析认为讲，这表示中国希望沟通化解双方紧张的关系。但谢锋敢亲像外界想的会小偷战龙外交，我来观察。公司新闻站慧敏编译。现代人压力重，情绪常常是有条理。有专家就认为讲，甲人揽一个，就当化解无好的情绪。所以讲，非洲是有一间公司提供小揽的服务。咱来看详细报道。不安、孤单、心情歹，长时间伫咧真无用的工作甲生活的时阵，互现代人心情一直无法度真好。这个时阵，若是有人揽一个，无定着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这几年，全球各大都会区拢开始流行小揽的服务，也是民众另外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南非城市约翰尼斯堡头一个付费小揽服务，嘛创立满1周年，用50外个小揽人员伫当地3个省到处服务，未少人介意。After that cuddling session, I just felt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I was like, oh my God. So we do understand that the impact of touch is that it can really start to settle us
into a deeper sense of feeling safe, considered, seen by the person in which we're engaging in touch with. 宣传带走孤单，南非这间小蓝服务公司严格检选工作人员，都爱一项一项管控服务过程，人客嘛都爱先登记认证身份。90分钟的小蓝服务收900南非币，差不多是台票1450块。按过这个创新的服务商品，伊的介绍甲安全，也是互民众会怀疑。Well,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erson is going to be giving me a cuddle. And you see, nowadays it's not safe. For 950, I'm not sure. But for a service of cuddling, I wouldn't mind. I wouldn't mind being a cuddler. 心理咨询师是赞成开放的态度，建议民众把小揽当作一种沟通方式，小揽甲别人产生连结，搁增加亲密感，无一定毋是一种放轻松的好方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离澳洲墨尔本市中心8公里远，是有一间170年历史的康乐，本地是专门用来关党兴欢，不过即阵已经改建做大饭店。有不少观光客是专工走来遮，伫咧笼仔内过暝，见证历史。壁用青椒贴起来，外形看起来敢若一个古堡，真有历史年代。不过，这是澳洲墨尔本伫1852年起的蓬特里奇家乐，伊的名声真歹，真侪人敢若是对边仔行过，心内拢会惊惊，因为这拢是关于党兴欢。自1997年封起来了，有企业开10亿美金，超过300亿台票。该改建真济豪华饭店，让观光客享受特别的体验。The owners had a vision here to creat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and rather than, like so many developments, knock down and start again, they really wanted to preserve the unique history here with an experience quite unlike any other. 蓬特里奇家乐饭店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清醮修复计划之一。伫改造过了，才有19间特别的套房。每一间套房是5间家乐楼房改建，招财阁搭配茶的家具，伫咧历史甲现代中找一个平衡点。家乐内面甲外口的清醮壁悬6公尺，长有6公里外。因阁甲地下的250栋的石头挖起来，做做一个游泳池，内面拢是点蜡烛，真有神秘感。那游泳会当拿啉烧茶，行入去酒吧内面会当看到这规片片顶头拢是酒，有225种葡萄酒在里景。这间有170年历史的家乐，捌经过真侪党兴欢，包括连山杀人犯、丛林强盗、乌帮的领袖，每一个犯人拢真凶残。Kelly was found guilty for receiving a stolen horse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3 years imprisonment. He spent most of his time of his sentence here in Pentridge. 历来大旅客当体验澳洲原住民传统的欢迎仪式。工作人员伫咧中间的时阵，发现伫咧高架甲的运动场下骹有一座真罕见，伫1850年代所起的圆形的家乐，看起来敢若是一个车链，互犯人出来捞捞的。因逐工会当踮咧遮1点钟，即马知影伫世界上只敢有8个即种设计，其中3个就伫即座家乐内面。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做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已经是真普遍的观念。迄阵伫咧罗西亚有民间团体是开一间垃圾博物馆，兼做资源回收，宣传这环保的观念，佮教民众安怎回收再利用。伫叶卡捷琳堡苏联时代老建筑甲列宁塑像，看大家伫以设计河两岸的街路来来往往，数十年拢共款。这个乌拉尔联邦管区第一大城，有7少年人组成的民间团体，要推动垃圾分类甲减量。Не только сдавать мусор, который они производят, но и сокращать е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这团体伫2019年选定叶卡捷琳堡设置垃圾博物馆兼资源回收中心，以实际功能，无限制展示各种废弃的精工产品，有各种工作课程，甲民众什么款的物质用回收个利用，甲资源回收的过程。Вклад люб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 любые наши действия, неважно, это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делает или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ни ведут, несут под собой какие-т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 я точно знаю, что я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это делает, и это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в планетарных каких-то масштабах. Донести до людей, что это многие предметы, которые люди считают мусором, они име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伫遮展示物件为指控一事所启动规奥运的衫，到前苏联时代家具电话，当然要互民众早本数而且分类拼条所在。现代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甚至是全球重要的经济都市。民间团体希望用伫推广本数减量、环境保护观念顶悬，成做俄罗斯的火车头。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